放下批判，放下成見，邀請大家嘗試每日花1分鐘專注喺自己身上，令世界更美好。Hello， 大家好，歡迎收聽靜心1分鐘，我係主持 Tanya。呢個禮拜其實我都糾結咗一陣，到底出唔出新一集好？一嚟返工未算係完全適應到啦，好多嘢依然需要我花時間去了解同埋學習。咁二嚟收工之後呢，我都有其他嘢係想嘗試去做嘅。最後就係放假啦，咁放假本身呢，我又有其他安排。呢段時間我都發現其實自己都冇乜時間係慢落嚟，可以真正俾自己安靜下或者休息下。我個人認為，當一個人冇辦法靜落嚟嘅時候呢，其實都好難去聆聽屬於內在嘅聲音嘅。都想 share 下之前嗰幾集嘅靈感呢，我好大部分都係透過靈機一觸嘅情況下，跟住再慢慢演變出嚟。而呢個禮拜我就覺得好似完全俾嗰種好急速嘅返工步伐掩蓋咗，返到屋企好似都要 keep 住保持一種好忙嘅狀態下呢，我就發現自己係完全冇乜創意力啦，同埋嗰個生產力。咁以前會覺得呢一種其實係我想要或者稱之為我理想嘅狀態啦，但係實行咗上嚟嘅時候就開始發覺，又好似唔係真係自己真正想要咁喎。所以而家呢都仲喺度叫做平衡緊同埋調整緊，嘗試放翻多啲時間俾翻自己嘅大腦同埋身體休息下。今集想簡單分享下最近喺度學習同埋了解緊點樣為之真正自己想要嘅嘢呢。咁啱今個禮拜上堂，老師提到底點樣可以令到對方發現嗰樣嘢係自己真正想要或者需要，繼而透過發現呢一個盲點去探索自己內心最想要嘅嘢，再去驅動自己去行動得到佢。老師提到，好多時候我哋認為自己想要嘅，其實有機會係因為本身就俾生活環境所限制或者局限嘅情況下，無意識咁以為呢一樣嘢就係自己想要嘅嘢。舉個例啦，就好似一個人由細到大，屋企嘅飲食習慣可能都淨係食茶記，嗰個人就會認為我自己想要嘅食物就係餐蛋麵啦。咁餐蛋麵呢一樣嘢本身都淨係會出現喺茶記嘅 menu 入邊啦，但係呢一樣係咪就代表佢心入面最想要嘅食物呢？其實又未必㗎喎，只係因為佢嘅認知範圍只限於茶記嘅 menu， 所以佢就會無意咁喺有限嘅範圍下去揀選自己想要嘅嘢。後來老師就形容我哋要做嘅嘢呢，其實就好似帶對方去食自助餐咁樣，俾唔同嘅食物俾佢去探索，而再唔係俾生活習慣嘅認知所局限而得出嚟嘅選擇。我覺得呢一樣嘢同我自己最近嘅狀態都幾類近。有時我以為自己想要嘅，可能的確係來自於某一啲規範或者限制下，同時又最貼近自己嘅諗法。但其實係我由細到大習慣咗呢一種模式，所以就一直以為呢一個就係自己想要嘅嘢。但當我有機會踏出呢一個框架，見識多咗，就會發現原來呢個世界係有咁多嘅選擇㗎喎。咁我就有機會可以去發掘更加貼近內心最渴望、最想要嘅嘢啦。
唔知你對於自己內心到底想要啲咩又有幾咁了解呢？希望聽到呢一度嘅你都可以花多啲時間去發掘下。陣間有時間嘅話，可以一齊做埋個1分鐘靜觀㗎。靜觀1分鐘。歡迎嚟到靜觀1分鐘環節。如果未接觸過靜觀嘅朋友仔，建議一開始可以選擇喺比較安靜嘅環境下進行。透過靜觀，我哋會有意識咁將專注力放喺觀察自己嘅呼吸上。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呼吸好凌亂啦、急促又或者唔暢順嘅。當你靜落嚟嘅時候，你會感受到呼吸嘅唔同狀態。呢段時間，你嘅腦袋會不斷出現好多零碎嘅思緒，企圖阻止你靜落嚟。我哋可以想象自己面對一條高速公路，而每個思緒就好似一架又一架嘅車喺你面前經過。我哋只需要覺察佢哋嘅存在，再讓佢哋默默地經過。慢慢將專注力放返落呼吸，陣間你會喺開頭同尾段聽到一下鐘聲，分別代表開始同埋完結。而家請各位做深呼吸3次，鼻吸。口呼，再嚟多次，鼻吸，口呼，鼻吸，口呼。恭喜你完成1分鐘靜觀，希望呢1分鐘能夠為你帶嚟平靜、快樂、自在。感謝收聽到呢度嘅各位，歡迎大家 follow、subscribe、like and share。希望大家有個美好嘅一日，我哋下次見，拜拜。